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7月28又搁是到拜三的时间，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来继续伫上帝话来定睛，互咱会当来读上帝话，诚做咱的光灯。望上帝来引导咱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伫马可福音第6章35节到44节。马可福音第6章35节到44节。望上帝来帮助咱，这段圣经真侪人来真熟知影这段圣经是伫即个耶稣咧行即个新约，所以咱今仔日来读这段的圣经。马可福音第6章35节到44节，若有请咱掀开圣经来读，若无请来听牧师伫遮来讲这段圣经。35节，即要落伊的学生就近伊讲。这就是旷野，日要落啦，请四散众人，互因去四围的乡舍，家己买米通食。伊因讲，忍互因食。因甲伊讲，总无愿用200个银仔去买饼来互因食吗？伊甲因讲，忍有饼若偌济，去看卖。已经知就讲5个饼2尾鱼。伊就吩咐因，互众人摆规列坐伫青翠的草埔，因就分队来坐，有的100，有的50。耶稣摕迄个5个饼2尾鱼，仰天来祝谢，8饼互学生来摆伫众人的面前，也用2尾鱼分互众人，因拢食到饱。捡遐个饼友甲鱼友仔时，满12斤。食饼的人，查甫的有5000。耶稣念伊逼伊的学生上船，大身过去，迄边换到伯赛大，听候伊四散众人。阿免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，真侪人会当来认捌这段圣经，就是耶稣行即个互5000人食饱的新约。欠彩有真侪人来接近耶稣，因为耶稣伫遐来讲真侪道理，互真侪人来听。总是咱着知一个团体内面上界困难的所在，就是要互人食饱。所以有当时伫教会内面，咱有当时若要食即个爱餐，也是讲真侪咱要分物件的时，教会若真侪人的时，有当时是一个真困扰的事。所以今仔伫即段圣经，咱着看见讲，即个耶稣的学生的想法，甲耶稣的想法是无共款的。对耶稣的学生来讲，才有5000人伫即个所在，但是因的想法就是因用200个银仔要起来买遮个米，要互遮个众人来食。总是因嘛无即个200个银仔，200个银仔对因当时的人来讲，200个银仔是一个真大的钱。欠彩一个人伊的一冬的薪水，要接近一冬的薪水的遮个钱，竟然无法度通好来互遮个众人通好来食。因为耶稣因嘛是拢照着别人的供应，伊的学生，伊所带遮个学生，拢是照着别人的供应，无家己会当来做啥物。总是耶稣甲因交代讲，恁去看有啥物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真望讲咱着爱有钱才会通做代志，咱着爱有钱才会通做事工。总是咱无去看咱拥有啥物，也是讲咱会当有啥物款的物件伫咱的身躯顶。我会记得以早伫家东伫遐咧开拓教会的时。有一群少年囡仔伫遐来做即个宣教的代志。伫学校的时，伫暑假的当中，另外一个团体这是一个真有名的一个音乐团体，因嘛来办一个夏令营。迄个时间，遮个少年人因无法度通好去接触到学校内面，望学校会当介绍即个小朋友，互因来学习咱的教会夏令营。因遮个少年人伫遐咧烦恼。总是伫遐的时，有一个少年人讲：“哎呀，因遮个即个乐团的即个夏令营比咱办了较好，是毋是所有的囡仔拢会过去迄个所在？”总是内面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就安尼讲：“
虽讲咱无即个乐器，咱无真正设备，总是咱有疼心。伊讲的即句话来激励着因迄个所在迄个时间，遮个少年人，遮个要来宣教，遮个少年人，总是因听了后，因毋知影讲伫因后壁面，即个学校有一个老师有哪有听着，所以当遮学生因要起来招学生的时，即个老师伊有缘招真侪学生来，互遮个要做宣教的遮个少年人，互因来教示。第3工的即个夏令营了后，遮个学生伫遐来真欢喜来领受教会青年因所带即个宣教的即个活动。所以即个老师伊就后尾在做见证的时，伊就讲，伊讲我有听到咱遮个少年囡仔，咱遮个少年人，因就讲，咱即个团体，咱的夏令营，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，是因为咱有疼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望上帝帮助咱。欠彩咱逐项拢无，但是咱有疼心的时，人会当伫遮来得到帮助，得到饱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教会也诚做会当用5块饼2尾鱼来养饲5000人的即款的新者共款，互人会当看见有主甲咱三甲地地有疼心伫咱的内面，直到咱所拥有的欠彩真少，总是会当互5000个人食饱，甚至阁有剩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